大家有冇發現2026年嘅香港出現咗一件好詭異、完全顛覆我哋幾十年認知嘅金融怪事？闖得堂堂國際金融中心，一向以資金充裕、流轉活躍自居，但而家本地銀行嘅操作誇張到好似深夜敲門追數、緊急補水一樣，緊張程度遠超大家想象。呢啲絕對唔係電影虛構橋段，亦都唔係市場炒作嘅謠言。而是此時此刻正正發生喺我哋身邊，悄悄改寫香港經濟格局嘅真實金融異象。大家可以靜心諗下而家嘅市場環境，而家香港各大銀行嘅港元定期存款息率已經普遍站穩3厘以上，主流普遍3.4厘、3.8厘，部分銀行針對大額新客嘅專屬優惠，甚至可以突破4厘，最高去到5厘嘅水平。根據2026年7月全港銀行定存最新數據，平安數字銀行、華僑銀行、富邦等多家主流銀行1年期定存息率穩定喺3.1厘至3.45厘，部分小眾虛擬銀行短期定存優惠息率更加破格走高。呢個息口水平喺零息年代長大嘅香港人眼中，簡直係無法抗拒嘅無風險穩賺福利。而家市面行情波動極大，股市上落無序，有波幅冇升幅，創業做生意風險極高，回本渺茫。反觀銀行定存，零風險穩陣保本，日日生息，完全唔使操心。試問手握流動資金嘅人，邊個仲會甘願冒險入市投資、創業搏殺？就係呢個看似惠民、人人有得着嘅高息定存機制，變相化身一部巨型資金抽水機。悄無聲息咁將全香港市面嘅流動資金層層抽乾鎖死，直接引爆咗今年最嚴峻嘅實體經濟同樓市連環風暴。呢場風暴最直觀、最殘酷嘅結果，就係香港人信奉幾十年嘅轉頭必賺神話徹底崩塌，二手樓市全面進入慘烈嘅劈價大屠殺。以往俾大家視為最穩陣、最保值、可以世代傳承嘅安樂窩，而家徹底變味，淪為銀行債主眼中任人收割嘅提款機。無數普通業主一夜之間陷入負資產，被 call loan， 被逼賤賣物業嘅絕境。今日我就同大家由淺入深，拆解呢場連環金融風暴，講清楚全港資金究竟流向咗邊，高息環境點樣拖垮實體經濟，最重要嘅係俾所有普通小市民一套實操方案，喺呢個資金枯竭、市道動盪嘅漩渦入面，保住自己半生辛苦賺翻嚟嘅血汗錢。要徹底讀懂呢場危機，我哋首先要搞明白一個核心問題：點解近年香港銀行會不惜成本、瘋狂搶存、高調推高定存息率？坦白喺大眾固有認知入面，銀行永遠資金充裕、現金流充足，根本唔會在乎普通市民幾萬幾十萬嘅小額存款。但大家一定要認清銀行嘅底層運作邏輯，銀行嘅核心盈利模式就係吸納大眾存款，再將資金放貸俾個人企業賺取穩定息差。存款就係銀行所有業務嘅本金同根基。自從2022年美國聯儲局開啟激進加息週期之後，香港因為實行聯繫匯率制度，港元必須跟隨美元貨幣政策同步調整，無可避免進入長期高息時代。雖然香港最優惠利率 BLR 嘅加幅冇美國加息咁激進，但直接影響本港資金成本嘅銀行同業拆息 HIBOR 就一路飆升至近年高位。根據金管局2026年第二季最新報告，本港3個月 HIBOR 年均值維持喺2.6厘以上。雖然對比2025年5厘嘅高峰有所回落，但依然遠遠高於過去10年零息低息嘅常態水平，直接導致銀行之間互相拆借資金嘅成本大幅飆升。與此同時，近年外資持續有序撤出香港市場，本地市場資金池持續縮水，銀行體系流動性不斷收緊。為咗符合金管局嚴格嘅資本充足率、流動性監管指標，避免出現資金鏈緊張嘅風險，全港各大銀行被迫各出奇謀，全力搶存，甚至可以話係不擇手段吸納新資金。大家而家行過街邊銀行分行，打開手機理財 APP，
咁揀都係高息定存宣傳，3.4厘、3.8厘、4厘嘅息率隨處可見，大額專屬客戶優惠更加突破市場認知。呢啲息率對於經歷過80年代高息時代嘅老一輩嚟講，可能覺得平平無奇，但對於過去10幾年習慣咗零息低息環境嘅香港人，絕對係顛覆性誘惑。就我哋可以計一條最直觀嘅數，一個普通打工仔辛苦儲夠100萬流動資金，喺以往零息年代擺喺銀行活期1年，利息先得幾十蚊，連一餐普通晏晝飯都未必夠支付。但喺2026年嘅高息環境下，將100萬做1年普通定存，輕輕鬆鬆就有3萬幾至4萬蚊利息落袋，全程零風險、零操心，唔使打理，純粹躺平賺錢。對比而家動盪嘅投資市場，股市日日過山車，賺蝕無常，實體店創業生意10做9虧，風險極高。呢種穩陣嘅被動收入，徹底拿捏晒所有投資者普通人嘅心態，於是全港資金出現咗一邊倒嘅現象。無論係普通散戶、中產家庭，定係大型機構、基金公司、跨國企業、財資部門，全部統一選擇躺平避險，將海量流動資金全數轉入銀行定期戶口。呢個行為直接導致一個致命後果：市面數以千億甚至過萬億嘅流動資金，全數被鎖死喺銀行定存體系入面。市面上完全冇多餘活水去支撐消費、投資、創業同實體經濟運轉。好多人以為而家零售業蕭條、食肆連環執笠、市面死氣沉沉，純粹係因為市民消費意欲低迷，唔捨得使錢。其實只係睇到表面，深層核心原因係全港中產、有錢人嘅流動資金全部被高息定存抽乾鎖死，大家都抱住存錢生息最穩陣、消費投資最蝕底嘅心態，盡量縮減所有非必要開支，徹底導致市面資金鏈斷裂。呢種全民避險、資金凍結嘅骨牌效應，最終毫無懸念咁燒到香港人最核心、最大比重嘅資產樓市。過去幾十年，磚頭神話深深扎根喺每一代香港人心中，係全民公認最保值、最穩賺嘅資產。啲好多50、60歲嘅前輩，半生財富積累，全靠買樓換樓滾大資產，單憑樓市升值就累積千萬身家，唔使辛苦創業，唔使冒險投資。但踏入2026年，呢個延續半世紀嘅財富神話已經徹底宣告終結。而家樓市最大嘅致命傷就係物業租金回報率，徹底跑輸無風險銀行定存息率，樓市投資價值全面崩塌。我哋用真實市場數據計算，而家市面上一間市值600萬嘅標準兩房住宅，出租之後扣除差餉、地租、管理費、物業稅，再計入空置期、維修保養、家私損耗等隱性成本，全年淨租金回報率普遍得2厘至2.4厘左右，絕大部分個案都唔會超過2.5厘。大家對比就知差距有幾誇張。冒住樓市波動風險，投入幾百萬首期，背負幾十年按揭壓力買樓收租，最終淨回報得2厘出頭。反而零風險、零槓桿、零操心嘅銀行定存，輕輕鬆鬆就有3.4厘至4厘穩定回報。投資者絕對唔係傻瓜，面對呢種回報率嚴重倒掛嘅局面，根本冇任何人願意再入市買樓投資。當投資客全面退場，樓市就剩翻少量剛性自住需求支撐，但呢班剛需買家而家都自身難保，無力入市。現時銀行按揭息率持續高企，供樓負擔比低息年代沉重，起碼30%以上。年輕人上車門檻，供樓壓力倍增。最悲慘嘅莫過於2019至2021年樓市高位接火棒嘅一批年輕業主，呢個群體係今次樓市調整最大嘅受害者。當年樓市氣氛熾熱，全民看漲，好多發展商、地產經紀大力鼓吹樓價永續上升，推出高成數按揭、呼吸 plan 按揭保險等寬鬆上車方案，吸引大批剛結婚、準備組建家庭嘅年輕人，借足90%按揭高位上車。當時佢哋滿懷憧憬，以為買到人生第一間安樂窩，財富可以穩步增值。萬萬想不到，短短幾年時間，樓價由高位大跌2至3成，
部分屋苑跌幅更加誇張，直接導致大批業主淪為負資產。所謂負資產，簡單嚟講，就係你層樓而家嘅市場估值已經低過你未還清嘅銀行按揭欠款。簡單講就係資不抵債。喺過往穩定市道，只要業主準時每月供樓，冇逾期欠款，銀行一般都會酌情放寬，唔會主動施壓。但而家大環境徹底唔同，經濟持續低迷，企業裁員減薪常態化，好多業主面臨失業、收入大減、生意虧損嘅困境，陸續出現供樓吃力甚至斷供嘅危機。更加殘酷嘅係，銀行自身都面臨流動性緊張、壞賬風險上升嘅壓力，對風險嘅容忍度大幅降低。尤其係一啲將自住物業、商鋪、寫字樓抵押俾銀行，換取企業經營貸款嘅中小企老闆，而家會直面最恐怖嘅 call loan 危機。銀行會定期重新評估抵押物業市值，一旦發現樓價大幅下跌，抵押品價值縮水，就會即時啟動追討機制，要求業主喺極短時間內補足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嘅資金差價。否則就會即時釘契收回物業，公開拍賣，淪為銀主盤。相信好多人都聽過身邊朋友嘅真實經歷。人夜收到銀行經理冷冰冰嘅來電，唔係問候近況，就係通知限期補錢。呢種突如其來嘅高壓逼迫，對於普通家庭中小企老闆嚟講，絕對係毀滅性嘅心理同經濟打擊。為咗應付銀行 call loan，避免物業被沒收拍賣，亦都為咗斬斷持續虧損嘅爛賬，大批走投無路嘅業主只能選擇忍痛劈價賣房。大家而家行過任何一間地產鋪，櫥窗入面鋪滿折讓求售、出血劈價、絕望離場嘅廣告，字眼觸目驚心，完全睇唔到昔日樓市興旺嘅景象。曾經幫香港人累積財富、保值增值嘅樓市資產池，而家徹底變質，淪為業主套現還債緊急救急嘅悲情提款機。業主為咗快速套現逃離負債泥潭，叫價一間比一間低，形成惡性踩踏循環。隔離單位劈價100萬成交，相鄰單位想賣出就必須劈價更多先有競爭力，價格底線不斷被擊穿。而潛在買家全部抱持觀望心態，極度審慎，見到樓價日日跌，冇企穩跡象，就算手頭有充足現金，都絕對唔會貿然入市接火棒。呢種恐慌性拋售疊加觀望情緒，直接導致樓市陷入越跌越平，越平越冇人買嘅無解死循環。我哋可以睇翻2026年最新樓市數據，太古城、嘉湖山莊等經典藍籌屋苑，部分單位尺價已經跌返去2013、2014年嘅水平，足足跌回10幾年前，令好多資深投資者、老街坊大跌眼鏡，難以置信。而呢場樓市大跌嘅負面影響，絕對唔止局限於業主帳面虧損，更加深度拖累成個香港實體經濟運轉。香港作為高度依賴地產市場嘅城市，全民財富效應幾乎同樓市深度綁定。一個中產家庭，就算唔打算賣樓，依然準時供樓。只要見到自己層樓帳面縮水200萬、300萬，個人財富大幅貶值，消費心態就會即刻收緊。大家會下意識縮減所有非必要開支，唔敢外出聚餐，唔敢買奢侈品，唔敢長途旅行，唔敢消費升級，全民消費降級，進一步打壓零售、餐飲、服務百業，形成惡性循環。對於中小企老闆嚟講，處境更加雪上加霜。香港絕大部分中小微企業初創同擴張資金都係靠老闆抵押個人物業向銀行貸款得來。而家樓價大跌，抵押資產縮水，銀行即時收緊信貸額度，一方面頻繁 call loan 要求補差價，另一方面大幅削減企業透支額度、經營貸款額度。老闆為咗保住公司維持現金流，只能被迫賤賣住宅、商鋪、寫字樓套現救急，進一步加劇市場拋售潮，令各行各業空置率持續走高，租金持續下行。有好多人會心存僥倖，覺得香港經歷過無數風浪，1997亞洲金融風暴、2003沙士、2008金融海嘯，
每次樓市大跌之後，最終都強勢反彈，創新高。今次都可以歷史重演，呢個心態完全可以理解，係大部分香港人嘅心理寄託。但我必須客觀同大家講清楚，今次高息引發嘅樓市危機，同以往所有週期有本質區別，絕對唔可以同日而語。首先係人口結構同外部資金流向已經發生永久性、顛覆性改變。以往樓市大跌之後可以快速反彈，核心動力係自由行政策紅利、海量內地熱錢同人才持續南下湧入，填補市場空缺，推高資產價格。但2026年嘅今日，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外資持續撤出香港嘅趨勢並未停止，而內地經濟亦都處於轉型調整階段，自顧不暇，已經冇多餘資金同動力再大規模南下炒高香港樓市。再加香港持續多年嘅移民潮，大量中產家庭、專業人士、年輕勞動力離場，呢班正係香港樓市最核心、消費力最強、購買力最足嘅群體。佢哋賣樓套現，帶走巨額資金離場，留低嘅市場面臨人口流失、需求萎縮、資金斷層嘅多重壓力，徹底失去咗以往快速反彈嘅根基。其次係全球貨幣環境徹底改寫，零息寬鬆時代一去不返。過去10幾年樓市超級大牛市，完全建立喺全球量化寬鬆、資金泛濫、零息低息嘅基礎之上，借錢成本極低，持有資產幾乎穩賺不賠。但而家美國通脹雖然有所回落，但依然未完全受控。聯儲局多次明確表態，高息環境將會長期維持，就算未來逐步減息，都絕對唔會重返昔日零息、超低息嘅瘋狂年代。當資金有明確成本、無風險定存可以穩定提供3.4厘以上回報，樓市呢種流動性差、交易成本極高、回報不穩定嘅重資產，投資魅力已經徹底消失。過往買樓必賺、槓桿致富嘅遊戲規則已經徹底失效。香港樓市正式進入全新嘅發展週期，喺呢個新舊交替、市場重構嘅動盪年代，普通小市民最關心嘅一定係自己應該點自處，點樣守住血汗錢。自我結合2026年最新市場走勢同金融環境，俾大家幾套務實、落地零套路嘅理財同置業建議。第一，徹底拋棄買樓必賺、磚頭保值嘅固有舊觀念。調整財富認知，未來香港樓市會走向極致、兩極化同平穩化。山頂、南區等頂級超級豪宅依然有內地富豪高端投資者承接，價格相對穩陣。但佔據市場90%以上嘅中小型住宅剛需私樓會徹底回歸居住本質，投資屬性大幅弱化，未來只會平穩波動，難有大幅升值空間。再也唔會出現以往翻倍暴漲嘅行情。如果你而家係租樓居住，手頭剛好儲夠首期，千祈唔好心急入市接火棒。而家將資金做穩健高息定存，有年利息收入，隨時足夠覆蓋月租，仲有盈餘，完全唔需要背負幾百萬按揭債務，日日擔心加息、樓價下跌、股價不足，身心同財務壓力都會輕鬆好多。觀望等待，現金為王，先至係當下最優策略。如果你已經係業主，尤其係2019至2021年高位上車，背負高槓桿按揭嘅朋友，現階段嘅核心目標絕對唔係賺差價，而係保住現金流，避免爆倉。一定要全面收緊非必要消費，盡量儲備足夠嘅應急資金。預留至少半年至1年嘅供樓同生活開支，應對失業、減薪、突發風險。一旦出現供樓困難，千祈唔好死撐，唔好逃避，主動同銀行溝通協商，申請延長還款期、還息不還本等舒緩方案。絕對唔好等到銀行 call loan 釘契先至補救，到時只會徹底喪失主動權。對於手持多套物業、依靠租金收入供樓嘅投資業主，必須及時審視自己嘅資產組合，果斷優化持倉。喺而家流動性枯竭、樓市下行嘅週期，現金流先至係最大嘅底氣。帳面資產再多都冇用，隨時會縮水貶值。適度減持一啲地段偏遠、樓齡老舊、租金回報率低、流通性差嘅劣質物業。
套現換取充足現金，或者轉入無風險高息資產穩健收息，先至係持盈保泰、規避風險嘅上策。如果我哋將視野拉闊啲，就會發現呢場席捲全港嘅流動性危機，本質上係一場殘酷嘅全民財富大洗牌。每一次金融週期更替、市場規則重構，都會有大批人虧損爆倉、傾家蕩產，同時亦都會有少數手握現金、耐心觀望嘅人逆勢崛起。當市場陷入極致恐慌、優質資產被無差別賤價拋售嘅時候，往往就係長線價值投資者入市執平貨嘅黃金窗口期。但呢一切嘅前提都係你手握充足現金，有足夠子彈等待時機。而家大批將資金鎖喺高息定存嘅人，其實都係喺度養精蓄銳、蟄伏等待。大家都係等樓市跌出合理估值，等租金回報率重新具備競爭力，等全球經濟同息口環境企穩反彈。一旦市場拐點出現，呢批被凍結嘅海量資金就會瞬間成為推動市場回暖、重啟經濟嘅核心引擎。但係呢個拐點來臨之前，香港社會、經濟、樓市必須經歷一段漫長又痛苦嘅調整陣痛期。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發展商嘅動向，佢哋嘅市場後覺永遠比普通投資者敏銳百倍。2026年，各大發展商持續劈價推新盤，部分新盤開價甚至低於同區二手市價，不惜虧本套現，快速回款。背後嘅邏輯好簡單，發展商深知而家市場流動性已經見底，資金極度緊缺，唯有快速賣樓先可以償還債務，維持企業運轉。發展商嘅大幅劈價，進一步壓縮咗二手業主嘅生存空間。二手業主如果唔肯大幅減價順應市場，根本冇客源冇成交，直接被市場邊緣化。呢種新舊盤價格戰全方位內捲，令成個香港物業市場血流成河，持續探底。好多人會鬧銀行無情落井下石，市道好嘅時候主動上門借貸款放寬額度，市道差嘅時候即刻收緊信貸追數 call loan。但客觀嚟講，銀行始終係商業機構，需要向股東交代，必須嚴格遵守金管局嘅監管規則，控制壞賬風險，保證資金安全。根據2026年2月行業數據，本港銀行不良貸款率已經升至2.01%，創下20餘年新高。喺風險持續攀升嘅環境下，銀行收緊信貸、審慎經營係必然嘅自我保護行為。真正引發今次樓市泡沫破裂、流動性危機嘅根源，其實係過去10幾年過度寬鬆嘅零息環境，長期平錢時代令全民養成咗槓桿無敵、資產必漲嘅錯誤認知，人人過度借貸、盲目加槓桿炒樓投資，將資產泡沫推到極致。而家嘅高息環境只係將扭曲嘅市場掰返正軌，擠出多年累積嘅泡沫。屬於市場理性回歸嘅必然過程，呢個陣痛過程對香港社會結構、全民財富觀念都會產生深遠影響。對於年輕一代嚟講，樓市神話破滅未必係壞事，大家可以擺脫人生必須買樓嘅單一枷鎖，唔使再為咗一層樓透支半生，捆綁人生。年輕人可以將更多時間、精力、資金投入自我增值、創業發展、生活體驗，反而有助於提升香港整體創新力同長遠競爭力。而對於老一輩習慣咗地產暴利時代嘅朋友，就必須學識接受現實，調整心態，慢慢適應呢個唔再靠炒樓致富、資產平穩波動嘅全新經濟常態。過往靠運氣、靠時代紅利賺嘅錢，唔會永遠延續，未來嘅市場只會越嚟越專業化、理性化。總結返，2026年香港正經歷一場無聲嘅金融重構，高息定存抽乾市面流動性，導致消費冰封、投資停滯、百業蕭條，繼而引發樓市價值重估、連環劈價、負資產蔓延。呢場危機唔單止係冰冷嘅經濟數據波動，背後牽動住千千萬萬香港家庭嘅生活、財富同未來。面對無法逆轉嘅宏觀大勢，我哋普通人冇能力改變環境，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調整自身理財策略，守住個人現金流。
喺呢個流動性為王、現金至上嘅年代，千祈唔好盲目搏殺，將自己逼入絕境。保持手頭寬裕、心態冷靜、靜觀其變，先至可以喺市場亂局入面立於不敗之地。市場永遠充滿變數，冇任何投資可以永續賺錢。舊嘅時代規則已經徹底打破，全新嘅市場格局正在慢慢建立。希望每一位香港觀眾都可以喺呢場經濟陣痛入面穩住陣腳，保住財富，平安過渡。如果大家身邊有親友遭遇 call loan、被迫劈價賣樓、淪為負資產嘅真實經歷，或者你對而家嘅高息樓市亂象有唔同睇法，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一齊交流探討，互相警醒。我哋下次繼續拆解更多貼近香港普通人生活嘅財經真相。我哋下次再見。